老师邓久良成，看字念字捌几字。运动项目百种，阮伫学校的体育课，招标以外，阁有篮球、排球、闪避球等等的项目，逐项我拢真喜欢，而且无共款的运动拢有伊深色的所在，所以便若到体育课前一暝，我一定会先甲体育服装款伫面床头，等待明仔载天光。想到要甲同学做伙运动，我的心情就欢喜甲。其实我搁较意爱的是蛇棒，蛇棒搁号做两链的翅膀，伊无受场地的限制，毋免去运动场，小小的所在，就算伫教室内底，阮嘛会当驶过来、扔过去，摇咧摇咧，溜到倒位，拢会当哪溜哪甲同学相借问。节省时间，阁会当甲同学互动，免得一个人咧孤单。导师不时甲阮提醒，毋管啥物运动，安全第一，袂使家己顾算，煞去害着别人受伤害。有一摆，阮上台湾台语课的时，老师看阮算甲足欢喜，伊嘛感觉趣味，甲阮讨要算，问讲是毋是会使借伊算一下。阮逐个真好闲，老师岁头遮济啊，竟然阁有囡仔性，心适性。毋过，敢有阮遮溜俩的骹手，敢会有危险？是讲老师都开喙啊，阮嘛想要看老师展威风一下。老师袂放心，叫阮徛在在，莫震动，互伊扣咧，通好徛起哩蛇棒。哪知影伊正骹搭起哩，就骨溜骨溜，显诶显诶，喙面亮光。等我两骹拢搭好，才放手哦。阮乖乖徛定定，毋敢举，毋敢向。当老师倒骹搭起哩，一下无细哩，蛇棒亮正正，冲去弄壁。老师现场狂骹翘，砰一声，转一个四骹翘上天。阮导师看甲面仔青顺顺，随从过来。迄时我惊甲规个人硬去，足惊会去互导师骂讲是阮无甲老师换好条，牵好在，害伊疼甲哀哀叫。阮导师甲台湾台语老师牵起来，
问讲有要紧无？敢爱去互医生看？老师讲也会使，无问题，真心实。但是尻川配痛，胸坎扎扎，喘气小可无爽快，尔尔。搁答阮安慰讲，毋通着惊，伊感觉真心实，是家己无细腻。好佳哉，阮是惊一个险仔破胆。到家下课，我拢有咧斟酌老师。我咧想，明明遮简单，说咧摇咧，都毋免出力，老师哪会跋甲遮凄惨？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